5月2號，今日星期六17:45。咁今日個專題咧就係講啲機械人啊，機械人概念股。咁點解講咧？機械人就我諗未來係好多人買機械人嘅會啊，企業又買，工廠又買，個人都可能去買，軍方又會買咁樣，所以呢個板塊咧未來會好。但係而家就係叫做新生事物啦。咁但係點都好啦，首先介紹一個 ETF 嘅 number 叫159530，呢個係深圳叫做易方達機械人 ETF。咁佢10大重倉股咧，就同我之前喺個長者收股息嗰度同大家分享過呢啲持續有希望有高增長嘅人形機械人概念股有啲重疊。咁我就先做呢一個 ETF 裏邊嘅10大重倉股先。我點樣可以揾到咧？就係先去呢個騰訊證券嗰度，咁你咧輸入159530，咁你搜索，咁佢就會俾你一個呢個畫面，咁啊俾佢咧就會俾幾個月啦嚇，即係2026年3月19號到4月30號嗰種走勢係向上嘅。咁但係一陣間我就同大家講一講，睇下究竟如果喺2025年嘅開始啊，一個月買一股會唔會有着數咧？咁樣咁佢有10大重倉股啦，每隻最高係6%，最低係2%啦。擺得重倉股咧，都係呢個 ETF 覺得佢係應該關注多啲嘅咁樣啊。咁啊，首先我睇睇68817係上海嘅 SH 啊，SH 喺 Yahoo 係 .ss 嘅，唔係 .sh 啊，記住啊。綠的諧波咁樣，綠的諧波好多人都講嘅，不過呢隻股嘅特點咧就係 PE 特貴嘅，一年係升嘅，近3個月咧就有啲平手咁樣啦，即係睇下啲月份，即係一個月計一次數咧就係上升嘅。咁呢隻股咧叫做68817，咁我就攞翻我自己啲工具出嚟啦，咁我就再分享呢個啦，即係我咧就係即係先講呢個啦，呢個係個易方達嗰個 ETF。咁用呢個代碼咧，你就揾到，如果你喺2025年1月1號開始咧，你係用咗22蚊買入咗16股，你而家係23.94，即係略有增長。呢啲股嘅特性就冇息派嘅，同埋佢係個 PE 係相當貴嘅嚇。綠的叫做綠，嗰隻綠色叫做咩？688-017.SS， 睇下 Yahoo 有冇呢啲數據啊？有嘅，係買咗16股，你用2566蚊買咗16股，你而家咧就係等值係3585.92，都幾好啊！即係仲有少量有6毫子股息收到，咁嗰個 DF 就係咁樣嘅嚇。咁啊，趁機會解點解我可以 mark 到嘅每個月嘅第一日咧咁樣。我用咗呢一句啊，咁就叫做 is month start。如果 true 咧就係第一日，我點做嘅咧？即係將嗰啲日子啊，嗰個月份抽咗出嚟啊。如果去到有一日咧，嗰個月份係同對上嗰行唔一樣嘅話咧，即係唔一樣嘅啫嘅話咧，嗰日就係轉月份，嗰個日子咧就係 first day of the month，即係第二個月份嘅第一日啦。咁樣就用呢個邏輯，於是就好簡單啦，即係可以寫少好多行。咁就可以計到呢一啲數字出嚟。咁所以呢個綠色呢隻叫綠，我都唔識嘅，叫做綠的諧波688-017，綠的諧波。至於有冇得買咧，就網友你哋自己去決定啦。即係我淨係做一個數學嘅分析。綠的諧波基本因素咧就係好貴嘅，咁但係佢確實係近期呢15個月啦，17個月係俾到正數你嘅。又睇翻嗰隻唔可以走嚟走去嘅，要綠的諧波，咁然後就002472雙環傳動，002472係深圳股嚟嘅，002472一年係都升，都叫升，曾經好高添，最近咧就下跌，代號咧就係002472.SZ。呢個唔係5年啦，呢個since 呢個2025 1月1號，我哋應該改翻呢個先。用咗602蚊，而家就得翻628蚊，好似嗰隻綠色好啲喎，即係嗰個return。咁咧呢個咧就係仲收到3.16蚊股息。雙環傳動，然後就有一隻股票叫做300024機器人，300024
機器人，咁呢隻股一年有冇得升啊？一年係跌嘅，最近都係跌嘅，睇落差啲喎。300024，你用285蚊，2025年1月1號開始買，你而家就係得翻239，你可以唔買嘅，你可以繼續睇落去嘅。不過比起隻綠色就係差咗一橛噶啦。咁所以呢隻我唔擺喺個標題度嘅，但係綠色好似幾好，叫做機器人呢隻唔係幾好。有啲香港有股噶，即係科大訊飛嗰啲好似香港有股嘅。機器人而家到石頭科技，石頭科技係跌股嚟嘅喎，一年都係跌股，但係好貴喎，115蚊喎，688169.SS，688169.SS。咁呢隻股咧就係你用2573蚊，而家得翻1852蚊，好似都未輪到佢咁樣啊，又相當貴，所以都係唔多好啦呢隻石頭科技。嗱，講唔埋㗎，有可能佢突然間發現一啲嘢咁，突然間做一啲嘢出嚟唔得㗎。但係暫時嚟講，以過往17個月嚟講咧，就係最好都係綠的諧波、科奧斯、沃爾瑪嚟嘅，科沃斯啊，係上海股65蚊，日 K 跌少少，一年就反而有多少進帳，中間升過又沉咗落嚟。即管睇睇佢啦，603,485點 SS，603,486 平手啦嚇，1097你用咗，現在等值係1042，都唔夠隻綠色好，收多2蚊，2.7蚊股息，暫時都係重倉1號2號好啲，暫時。富臨精工300432，富臨精工呢個係深圳夜8蚊股，一年睇下，一年升嘅好勁喎呢隻。好勁喎！呢隻叫做富臨精工又唔貴喎，即係銀碼唔貴啫，可能 P/E 好貴嘅。28個1毫2 300432 S-set 啦，呢個深圳係有嘅，又係有呢啲 A 股嘅。你用咗273蚊，而家差唔多 double 咁滯咯，真係449蚊，仲有4毫子股息收啊！呢隻幾好啊，綠色1號2號同埋呢隻叫做富臨1號2號同埋富臨。一號係綠的諧波，2號係雙環傳動，1號2號同埋富臨。科大訊飛有 A 即係有 H 股嘅呢個科大訊飛47蚊，一年有冇得升？一年係跌股嚟嘅，唔夠隻富臨啊！2230點 S-set，2230點 S-set，002230。你用咗822蚊，而家得翻764蚊，即係略跌都唔夠好啦。呢啲係咁樣啊，即係呢啲咁嘅股，一係你就等佢有新嘢出，一係咧就係跟紅頂白，即係越叻嗰啲股咧就越多人投，越多人投就越容易籌錢，越容易籌錢佢就會越擴大，即係擴張佢自己嗰個產能咁樣嘅，即係多啲錢去研究咁樣，所以都係買啲大嘅有增長嘅，近期呢10幾個月都俾到正數嗰啲投資者嘅，嗰啲比較上係好啲。科大訊飛好普通嘅，唔係咩特別嘢啦。呢個三花智控喺香港都有嘅，三花智控002050，一年有得升嘅，幾好啊呢隻啊！最近就跌，一年就升，呢啲幾好啊呢啲。002050三花智控頭594蚊，而家咧就係750蚊，仲有2蚊。2.8蚊股息啊！呢隻幾好啊，即係有升有息。三花智控喺香港應該有股嘅。三花智控，但係咧機器人嚟講，一係中國，一係美國。歐洲有人報道佢啊，梗係有耐唔中有啲產品啦。但係整體嚟講，而家科技嚟講都係美國同中國啊分咗呢個世界。匯川技術300124呢個深圳啊300124，睇一年跌嘅，近日咧。都係跌嘅，300124呢個唔多好啦呢個，所以你睇嗰啲叫機構投資者自己即係認為重倉啲股都係一半半嘅啫，都唔係話你新興產業啊嘛，你唔係估得咁多㗎。1128蚊，而家又1097蚊，呢啲都平手都叫做好，有啲蝕好多嘅，有啲日亦都有股息。明志電器睇下一年跌嘅都唔多好啦呢個。603728點 SS，603728點 SS，603728點 SS， 冇咁好投嘅呢啲啊，投咗1050蚊，而家得翻949蚊，
好啦，即係以呢個易方達，一係你就買易方達直頭，但係你睇佢重倉股都有一本半嘅，你可以喺佢啲重倉股度揀隻去買下啦。即係買又唔係諗住佢即刻有得升喎，即係你係好似我買中芯咁樣，買咗成2年佢先升嘅喎，一升就升幾倍咁樣。好啦，邊隻好咧？綠的諧波、雙環傳動、富臨精工、三花智控。我攞支筆記低佢先，唔係一陣間自己去 check 下有冇得買啦。好啦，走翻去我之前嘅綠的諧波有啦，唔使 check 啦。呢個科大訊飛 check 咗啦，睇下其他嗰啲三樣新材603、663、三樣新材。如果一年都跌嗰啲唔玩佢啦，即係一年嗰啲。呢隻幾好喎，三樣新材603、663點 SS。你用466蚊本，現在等值741蚊，仲有5毫子股息啊！呢隻幾好，又記低佢先。呢隻叫做三樣新材6003、603、663，做夠有10隻目標就收檔啦嚇，即係唔好太多太闊啊個眼界，太闊眼界冇乜用嘅，揾啲好嘅就得㗎啦。星宏科技300476，星宏科技係深圳股嚟嘅。一年都升喎，幾好喎！即係呢嗰個推送出嚟嗰啲報告幾好喎，呢兩隻都幾好嘅。300476嗱，至於佢基本因素係賣機械人嘅咩部分啊？賣嗰個軟件啊，定係賣嗰啲硬件啊，定係點樣啊？設計啊點啊？嗰啲咧就係喺濃縮咗10隻到啦嘅目標，就再揾一隻你覺得幾啱 key 嘅，即係你自己覺得幾好嘅概念，咁你就買少少。我會買少少，然後就劈喺個倉底度。佢可能跌一輪先升，可能永遠都唔升，但係收到股息啊，賺到錢啊，咁樣揾少少嚟做呢啲叫 venture capital 叫風險投資，係可能有意外嘅收穫都唔定嘅。呢隻叫做星宏科技300476點 SZ， 呢隻係深圳股嚟嘅，幾好啊！投咗2973，而家哇翻咗差唔多啦，真係仲有息收添，仲有33蚊股息收。呢兩隻都幾好，嗰個表都幾好啊！即係佢俾到啲概念你去繼續研究。300476呢隻叫星宏科技，提多兩隻，而家已經有1、2、3、4、5、6，而家有6隻喺個視野裏邊。德意股份300473。300473咁近嗰啲 number， 德意科技又係深圳股嚟嘅，呢隻唔多好咯喎，一年都有得升，即管睇下佢啦。300473好似冇啲星宏嗰啲咁好，投咗492蚊啊，都有增長，都有530蚊，就冇息收㗎呢隻啊，唔寫啦呢隻，好似好唔好咧？呢啲寫埋啦，都叫做有40蚊，有冇啊？有冇40蚊啊？都冇10% 收益。唔好寫呢隻，德意唔得。綠的諧波講咗啦，有啦。天奇002009睇一年有嘅喎，有得升嘅喎，只係最近發惡喎，最近啊002009點 SZ 一年係升嘅，002009用296蚊得翻371蚊都 OK 啦，呢個即係雖然冇息收啊。002009深圳呢隻叫天奇。北特科技603009 603009中特一年有冇升啊？平手。近期咧呢隻唔多好啦，睇下佢600309用1099蚊啊，都好都有都唔錯喎，都有。而家係1432蚊，仲有3.6蚊股息，呢隻都幾好。呢隻叫做北特科技600309北特科技8隻啦。10隻就休息啦。豪鵬科技001283，豪鵬科技一年有得升，近期都好啊，呢隻唔錯喎，呢隻叫做豪鵬科技001283，係深圳股嚟嘅，用1056蚊，咦咁少嘅？001283 00123 3年咧，001283點 SZ， 我覺得佢好似點解低咗？001283點深圳1056現等值1198，好似偏低咗。睇下個 database 係啊，0011283，咁唔好寫啦呢隻啊。數學上話佢唔夠增長，科大訊飛做咗啦，唔好嘅。上海先霸、上海洗霸
600603200 603200，哇個中貝呢個霸字嚟嘅咩？中貝通訊一年升嘅，日 K 就係普通啲，呢度50日到啦，呢度啊50日到啦，都係有得升嘅。603220都要 check 清楚有冇打錯字啊，打錯咗俾錯誤嘅信息就唔係幾好啊。603200，唔怪得啦，603200上海洗霸，或者撞中啊，603220，唔好理，我哋要跟翻機械人概念。上海603200洗霸啱啦，洗霸啱啦，一年有冇啊？一年有得升嘅，日 K 就跌50日就跌嘅，即管睇下佢啦嚇。603200係上海嘅 SS 932蚊投資得翻990幾，好似唔夠增長，即係越係下邊嗰啲越唔正啊！而家領益上海洗霸就到002600 002600。都係開頭嗰啲好啊，即係排頭嗰啲好啲啊。002600，什麼名字係啊？領益製造，睇一年有冇得升？好似有得升喎，真係。但係Yahoo啲數據話佢唔夠增長喎。002600，深圳呢個幾好啊！呢個190蚊投資唔係投注，而家有翻224蚊，仲有利息收，呢隻幾好啊！呢隻叫做領益製造。002600，好啦，9隻都差唔多到結尾啦。領益之後就到呢個埃斯頓002747，埃斯頓都係深圳嘅，一年有冇得升啊？一年冇得升啊，好少啊。日 K 咧近期咧都係唔多，睇佢咧002747，去到尾嗰啲冇咁好啊，開頭嗰啲好啲。002747 350蚊輸1蚊，唔好啦，呢隻埃斯頓唔好啦。奧普特688686，哇，688686，奧普特啱啊！呢隻上海奧普特一年都有得升下，日 K 通常日 K 都唔係太差，688686投咗1666蚊，攞翻1748蚊，你話唔好又唔係，你話好又唔係，都有息收，咁啊當係第10隻啦，呢個688686。嗰啲改翻個類似英文名嗰啲，多數都冇咁好嘅。嗰啲好似盛宏啊、天奇啊嗰啲咁樣都幾好啊，個名似翻啲中國名。好啦，今日呢條片咧就係測試部分到而家呢度結束啦，因為都做咗好多工作量啦。買呢啲股咧就唔係話你買咗就即刻升嘅。我俾10隻大家揀，呢10隻咧都係從2025年1月1號開始每個月買一股，到而家咧係有正數嘅，同埋有若干股票咧係有相當不錯嘅股息嘅。咁你哋自己我擺晒呢啲代碼喺度，呢個係最簡單噶啦，即係你擺喺 Colab 嗰度我都做過噶啦。咁你如果係2025年1月1號你就呢度改翻呢啲 text 咧，咁啊比較容易 print out 好啲。第一隻嗰時我未改呢度啊，即係就唔好誤會啊，即係688017嗰啲啊，嗰隻綠的諧波啊，呢隻好好啊，呢隻即係個參數好好啊，688017。即係你係投咗2500蚊，攞翻3585蚊，都幾好啊！攞翻1000幾蚊，仲有股息收添。好啦，你如果中意呢個板塊，我睇幾好嘅呢個板塊未來啊，唔係話聽日即刻好啊，有可能一年半載啊之後咧，即係好嘅就跑贏，唔好嘅就消失咁嘅樣嘅呢一個板塊。我講呢10隻咧係暫時嚟講，2015年1月1號到現在咧都係有正數俾啲投資者嘅。今日講到呢度，祝大家有一個愉快嘅週末。